在愛情的長河裏，婚姻是那艘承載住兩個人夢想與現實的船。歲月悠悠，激情似乎總是會隨住生活的瑣碎而慢慢褪色。曾經的甜言蜜語變成了日常的柴米油鹽。但你知道嗎？婚姻中的甜蜜與激情其實從未真正離開，它們只是藏在了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小細節裏，等待住我們去重新發現，去細心呵護。想象一下，某個末的清晨，陽光透過窗簾的縫隙，溫柔地喚醒了沉睡中的你，而身邊的那個他早已悄悄起床，為你準備了一份簡單卻心意滿滿的早餐。蛋餅的香味，牛奶的溫熱，還有那一抹不經意間的微笑，是不是瞬間讓你的心被溫暖包圍？這就是細節的力量，它能在平凡中創造不凡，讓婚姻的甜蜜悄悄升溫。然而，這樣溫馨的場景並非每天都有，更多時候，我們可能面對的是工作的壓力、孩子的教育、家務的分配。這些看似瑣碎的事情，往往成了婚姻中的隱形殺手，悄無聲息地消耗住彼此的情感。那麼，如何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，重拾那份初見時的心動與激情呢？答案就葬在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小細節裏。首先，學會傾聽與表達。在忙碌的生活中，我們往往忽略了與伴侶之間的深度交流。不妨設定一個我們的時間，每抽出幾個小時，關掉手機，放下一切雜念，坐下來聊聊天，聊聊最近的快樂與煩惱，分享彼此的夢想與困惑。記住，傾聽比說話更重要。當你用心去聆聽對方的心聲時，那份被重視的感覺，足以讓任何疲憊的心靈得到慰藉。其次，創造共同美好的回憶。婚姻不只是兩個人的結合，更是兩個世界的交融。不妨嘗試一些新鮮的事物，例如一起學一門新技能，去一個沒去過的地方旅行，或是共同完成一個小專案。這些共同經歷會成為你們之間獨一無二的紐帶，讓愛情在探索與成長中持續保鮮。再者，別忘了偶爾給對方製造小驚喜，不必等到特殊節日，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可以是慶祝的理由。一束鮮花，一張手寫的小紙條，一個突如其來的擁抱，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舉動，卻能在對方心中種下幸福的種子，讓愛情的花朵在不經意間綻放。還有很重要的一點，保持自我成長。婚姻不是束縛，而是讓兩個人在互相扶持中成為更好的自己，追求自己的興趣與嗜好，不斷提升自我價值。這樣的你不僅會更有自信迷人，也會讓伴侶看到一個永遠充滿新鮮感的愛人。最後，別忘了感恩與讚美。在婚姻中，我們常常對伴侶的付出習以為常，卻忘了表達感激。每天睡前的一句謝謝你今天為我做的一切，或是偶爾的一句你真棒，都能讓對方感受到被愛與肯定，從而加深彼此的情感連結。婚姻是一場漫長的旅行，途中難免會有風雨，但只要我們用心去感受，用行動去呵護，那些日常中的小細節，就能成為我們愛情路上最堅實的基石。讓我們從現在做起，從每一個細微之處開始，讓婚姻的甜蜜與激情，在日常的點滴中重新煥發光彩。